继续来看阿强渗透南台湾，引发着国际媒体的关心。这个路透社推出着调查报道，讲中国是安尼想空想胖，要来收买着台湾退休的军官。这篇的报道嘛有到台湾的司法机关来查最近10年来的文件，发现至少有21个军阶超过上位的军官卡着间谍的行动。佫讲中国嘛渗透到总统府，讲为以前的总统一直到即卖的蔡总统身边的随护甲警卫官，拢捌去卡着强谍的丑闻。台湾国旗渐渐红染做红色的，佮出现一粒目睭。国际媒体路透社调查报道，曾讲，为前总统到蔡总统，身躯边拢捌出现保镖和警卫官变做spy，包含今年8月假失踪的案件。你给我让开啊！退休军官变做spy，见笑台一件接一件。路透社整理法庭文件，发现10年来上少有21个上将以上的在职，或者是退休军官，因为涉嫌做失败，红定罪。报道内底嘛出现这震撼的画面。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。退休军官吴思怀乖乖地咧听对方领导人强调共产主义。当来台湾了后，就对国防政策积极堵堵，国防部嘛出招应付。我碰到一个女生，然后她感情还不错，但是我发现她其实是想接近我，来了解一下防空炮弹的位置在哪里。路透社分析军事教育节目，放送台湾连续剧，用戏剧的方式提升保防意识，嘛提供100多万减起的奖金，靠多元管道，让军官更加美称。即马台湾军队的士气牵连台海局势，情报安全嘛受到国际上的注意。